中国正准备把关押在东突厥斯坦所谓职业培训中心的维吾尔人送往该国各地的工厂。南华早报的报告指出，该步骤是计划中的成千上万在集中营接受培训的维吾尔人的就业计划的一部分。新闻中指出，尽管武汉病毒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但中国仍打算通过这一步骤展现其有争议的集中营政策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据称有5万人被送往中国的高科技生产中心深圳，而3万多人将被派往韶关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2017年至2019年之间派遣了8万多维吾尔人在内地工厂工作。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提议不时成为土耳其言论的热点，尤其是中国当局近年来实行的集中营政策引起了广大土耳其民众的关注。最近，土耳其著名歌手赖文特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推文，对东突厥斯坦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反人类行为表示关注，但他的推文引起了亲中网民的反应，他们称这样的做法会损害中土两国的关系。这位土耳其资深歌手再次发推文，对反对这进行解释。他在推特上表示，你们说会损害中土关系，但是我接待了不少东突厥斯坦人，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城市，都说遭到了中国的迫害，被迫逃离家园，失去了亲人，难道他们都说假话吗？当被问及，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准备近期发布一项警告，指责中国黑客试图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美国武汉病毒疫苗治疗和测试的知识产权及相关公共卫生数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礼坚表示，中国在武汉病毒疫苗研究和治疗方法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任何人如果拿不出证据，一味诬陷造谣是不道德的。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准备发出警告，称为了快速研发武汉病毒疫苗和治疗手段，中国最顶尖的黑客和间谍正在窃取美国的研究成果。各国都在大流行期间努力寻求优势，相应的网络盗窃和攻击也随之激增。武汉病毒疫情令中美关系急速变坏之际，传出北京将寻求与美国重启协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机会，调整协议内容让中国更有机会获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明，无意重新谈判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指他没兴趣，强调两国已签署协议。特朗普在白宫玫瑰花园说，他听闻中方想重新谈判，认为中方只想要一份更有利他们的协议。特朗普说，我一点兴趣也没有，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会遵守自己签订的协议。今年1月15日，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将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土耳其对埃及、希腊、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法国和阿联酋的联合声明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阿克索伊以书面方式回答了关于5国联合声明的提问。阿克索伊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埃及、希腊、塞浦路斯希腊族政权、法国和阿联酋外长们今日就东地中海以及利比亚的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是以遵循的政策追求地区混乱和动荡，毫无顾忌为争辩独裁者的漠然侵犯牺牲人民的民主希望。当算计被土耳其揭穿时，精神错乱的一组国家伪善的典范。